來看這位萬大線第一期的工程進度已經完成85%，今仔台北市長是做伙試車，按算講明年底完工。中正紀念堂到中和高中本地若坐公車，就要40分鐘，未來坐運通車只要14分鐘哦，加正利便。坐穩萬大線經過幾年的時間，預計在明年年底完工。初三雙北市長做伙試坐列車，期待會讓雙北生活口啊更加利便。老先生呢，通常如果說沒有一個良好的交通設施的話，他就變成困在家裡，或者只有在周圍移動。但有了捷運之後呢，他以後就可以擴張他的那個生活圈。萬大線1期工程會連接台北中正區、萬華區，一直到新北永和、中和到土城區，全長差不多有9.5公里。西高的地下車站含一個機場，開發基地相關的招商攏已經完成，預估投資的總金額會來到500億。我一直希望說，萬大中和線如果及早完工，就會疏解我們板南線10%的運量。10%多少？按照我們現在的估計是6萬多人了，但三鶯線再加進來，我看了，搞不好都會到7萬8萬人都不一定。新進的10台列車，我們一定會優先來滿足板南還有淡水，我們馬上就會啟動還路於民，我們就會把相關的這些違例啊等等，我們就會來把它撤除，讓住戶居民能夠盡快的恢復到正常生活。因為坐穩萬大線屬全自動無人駕駛系統，透過無線通訊式列車控制技術，閣有行控中心監控來營運。學者表示，無人駕駛系統的技術成熟免傷煩惱。不過，萬大線坐穩的相關接運系統，就要做好，才通發揮萬大線上大的效益。接駁轉乘的這個設施，多方面的這個整合，才能夠吸引通勤族使用，也讓他投資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益。學者嘛指出，未來萬大線順利通車，唔但會當縮短雙北民眾交通的時間，嘛會當互淨零碳排的目標，擱向前行一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